在下来带大家去到台山县经过的乡镇，认识一个后生的李立云，伊能22岁哦，完世是在高雄屯台南的市区待业。8年前，伊也被话在引诱一路屯英文编辑的投入之后，去到美丽南庄黑下来的汉正的工作室。伊本但50离开市政生活，又改好出街，更加唯一好做嘅，路係中度嘅便利商店嘅。8年過後，伊談論被話在鄉下落成提做偏鄉教育，同鼓勵後生人歸家鄉。大部分呢，伊體會到付出的歡喜，也發現到自家需要嘅其實改少，鄉下嘅生活歸簡單，少歸獨實。上夫90歲嘞，還係真蠻歡喜嘅，啲運動平衡來來去去，愛翕按到新年嘞，天天的笑容同精彩嘅表演。伊係對高雄杜比區來嘅李立雲，8年前伊喺南莊教會做輔導師嘅表姐陳意雲，想為改變高中下蔬菜教育資源過唔久。李立雲聽到也會感動，伊就決定要變脫本來那條路，離開原來嘅生活，再到南莊來學。是希望有可以跟我一樣，就是滿腔熱血的人可以一起，所以一直在找。但是在找的過程當中，當然被打槍很多。他是一個會看遠見的人，但是我是一個算是活在當下的人。所以表姐是畫家，你是作家，對，就等於是我們兩個就是剛好互補吧。我屬於比較敢衝的，就是他會有很多的猶豫。我這樣講他壞話，他會不會？不是啊，因為他是一個看大局的人。伊個出嘴，伊個人作，也兩個後生搖搖為嘅細妹嘅，就啲南莊嘅風藝都風成立嘅鹽同工作室。我們在今年就是創立了鹽漢光工作室，這個工作室就是讓我們大學生回來有一個平台，可以發揮他們自己的專長。有後生年嘅熱情同理想，唔過係講佢哋三岔路後，困得冷冷落落嘅南莊街路，也係行啲溜溜少少嘅風藝都好，也對一定好出街嘅阿里邊來講，也特別有好處嘅就係便利商店。條下馬以食材貴唔貴，唔啲愛用嘅實真好。大翻白眼嘛，我覺得就是光去逛個街吧，我們就都要去頭份，都要大概花個40分鐘的車程，你還可以去逛個街，就是你只能逛一下10分鐘，你就沒有東西的購物商場吧。晚上7點多8點多就已經是很暗的狀態，就是很安靜。對於一個都市晚上還有可以想要去百貨公司啊、Starbucks 啊喝個咖啡什麼的，對他來講一瞬間的變化可能非常不習慣。一個人在這邊會不會很寂寞？蠻無聊的。回到工作室，伊個人慢慢地提給整理伊翕嘅相片，伊啲面。我用來將一條相片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樣片。雖然伊講改不了，不過每次非同這樣時帶本伊嘅感動，還係看得到也係笑容。可能就是自己想要被我拍吧，然後衝過來，然後就是對我笑，然後我就按下快門那些照片，我覺得都是一些，就是讓人家可以想到當時他們很天真的那一面。看新年呢，納到真蠻歡喜，伊就遲到過得。李立雲講，來廿8年呢，有個路上嘅，韓國伊發現，伊設計學嘅東西，其實冇像伊想愛嘅按多，有能力來到種下嘅蔬菜付出，伊知道按哪個年咧，過來歸食材。住久了，你就會，其實我們都就是很多工作在做，然後時間過很快，然後一直都有目標在前進，所以其實那個遺憾跟那個害怕的心情就會被淡掉。其實你會覺得說，好像其實也沒有這麼的不方便，就是你會發現你自己其實根本不是這麼需要之前那樣子的一個生活，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心情沉澱下來。
干从咖啡的例子接好来，拿等数重复，干滚水匀匀的淋滴咖啡粉香，规全是没可能咖啡天天的跌下来。伊讲经营工作室就像是冲咖啡用的，之前无去想伊会冲出用的椰米丝。因为我觉得每个咖啡师他每一杯冲出来都是不一样，不可能标准，绝对做不到标准化这件事情。所以就是你只要用心，然后我的话，我就是流程做到，然后我专心在这一杯咖啡上面。我觉得不是要冲出一个什么，你可以讲出什么口感的咖啡。我觉得咖啡就是分享，是爱专心朴实朴条，欢欢喜喜去做就好。对伊来讲，同人分享，伊就会满足嘅。工作室的别方叠等发同的成果，还加一种种的后生人的嘢相片，沿各有各嘅专长，还加路梦等为几多家乡来服务。因为我觉得这边的青年，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是说身怀绝技吧，就是每个人都有很擅长的事情。本标记连落嘅阿弟云，也还没记吧。爱店，另外伊的好朋友，共下来到南中做演上爱做的事情。诈骗哦，也不叫诈骗，就是真的很希望他可以到，因为我跟陈宇算是属于比较感性，那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来拉住我们。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先就是有一些工作经验，对，存一些钱。对。好，早操的部分。Perfect。小安老师很难会讲出这一句话，真的。回到家乡来打拼，唔係味道愛存錢，也係大家都有嘅想法。唔過個個沒有自家嘅現實愛面對。李立邊講，其實伊心肝頭肚，沒閒沒知道佢聽聽，係冇辦法可聽，算來南中係錯也唔錯，咩唔啲為啲呀結局嘅。就是已經把自己設定，你可能會做個20年吧，就是不知道。伊納講唔怕，反正就係後生妹，做得進去吃困難。推上線就會認真有一條後生人，不用睇本地高官嘅演繹咧，行到中下也係3.6度。也望土地將會加添更多嘅熱情同快樂。